星期六日計劃北上，或平時經常往返廣東嘅朋友仔 ，Trip Life 幫大家集合咗大灣區至底嘅酒店。今期首先介紹廣州熱門位置、優質平價酒店，全部3位數搞掂。1. 白雲機場附近，首選奧斯特精選酒店，活力陽台大床房，一晚包早餐，仲有送3日免費停車，24小時機場穿梭巴士接送，雙人宵夜一份，原價583，限時驚喜價324。2. 廣州市中心珠江新城附近，首選雲萊斯堡酒店，高級雙床房，超開闊家私享浴缸一晚，送延遲退房至下晝2點，原價1180，限時驚喜價627。3. 廣州黃埔天河附近，首選黃埔君蘭酒店，輕洲湖景雙床房一晚，包雙人自助早餐，送雙人皮划艇體驗，首日 mini bar，原價1083，限時驚喜價757。4. 廣州江南西昌崗地鐵站附近，首選隱舍酒店，標準大床房2晚連住，原價1408，限時驚喜價758，一晚低至379。點開評論區鏈接，仲有更多廣州平價酒店限時優惠緊，記得睇睇啦！住宿券使用前可以隨時退款㗎。